喺澳門嘅市場有兩大問題。第一呢，就係所有材料好多時都係經陸路啦或者海路運入嚟澳門，時間花費好大。而家呢，我哋希望做到不單止係實體嘅店有倉存嘅能力，即時或者24小時輸出到客戶需要嘅物料，希望可以減低成本啦、時間啦，便利我哋學業內人士嘅一個渠道。核心優勢呢，首先就係大概5000尺嘅倉存嘅能力啦。另外呢，就係我哋有個修繕技術中心啦。業內人士或者係唔係業內嘅人士，想知道一啲修繕嘅知識，做一啲嘅小培訓、產品嘅測試，令到你自己有信心可以做推廣 DIY 市場啦。由澳門為一個起點，去到港澳市場，甚至乎東南亞市場啦。國內市場方面呢，呢類型公司已經開始發展緊嘅。咁我哋亦都會同佢哋拼合，希望可以做到一個連貫性嘅服務咁樣咯。